今仔日初三冷气团有较减弱，是真温暖的好天气。敢若着爱注意，今仔日甲明仔载早暗可能会寒到10度以下，温差会真大。因若交通的部分，高公局预估明仔载初时开始会真侪上北的车辆，建议民众着爱伫咧早起9点进前就出门，也是爱行替代道路，才袂塞车。正月初三天气好，不少人出门行村，苏花公路车流明显增加。高公局指出，各道有真侪所在开塞车，包含国际赛里到保险、国三德山到中兴，也有公路南港系统到城到宜兰到平南这路段，其中公路上北宜兰到平南可能会塞到半暝。我们预估今天整日的交通量会是135百万车公里。国道5号。今天晚上北返的车流，我们预估到凌晨3点左右才会得到疏解。明天初4的部分呢，北返的车流量会非常的大。那如果要北上的民众建议早上9点前要出发。春节假期想要出门佚佗，爱注意路况，也爱注意天气，因为强烈大陆冷气团减弱，气温回升。高雄以北甲东半部日时高温差不多20到23度。不过今日明仔载2天拢因为辐射冷却影响，而且温差大。最低温的出现的地方是出现在新竹的峨眉，是只有3.3度的一个温度哦。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时候，还是会有一些辐射冷却作用的影响。那我们特别提醒，像是在台南以北、宜兰花莲以及金门的局部地区，还是会有一些10度以下低温发生的机会。那甚至在竹苗地区，可能会有6度左右的一个低温出现哦。气象署指出，初3到初5日夜温差拢真大。另外在落雨方面，到初4拢是大冷的好天气。下一摆东北季风会伫初7，到时阵北台湾天气会明显转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